BCT 即將過渡積金易平台，迎接全新數碼化強積金體驗。積金易平台係一個一站式嘅共用電子平台，無論你有幾多個強積金賬戶，只需要辦理積金易註冊開戶手續一次，就可以處理你名下所有已轉移至積金易平台嘅賬戶，隨時隨地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者網上平台管理你嘅強積金。無論你係計劃成員、僱主抑或自僱人士，積金易平台都會為你帶嚟全新體驗及多個好處。強積金受託人及其計劃將會依次序逐一加入平台，而 BCT 強積金策略計劃嘅賬戶資料將會由2025年7月3日起轉移至積金易。BCT 作為計劃受託人，會繼續為客戶提供資產託管、投資管理、推廣及教育服務。而計劃下嘅行政工作及服務指示將會轉由積金易執行，包括供款、更改投資組合、查詢賬戶結餘及提取強積金等。BCT 將會繼續為客戶提供多元顧問服務、基金選擇、市場前瞻及強積金相關法例同制度變動嘅專業支援，為強積金投資組合爭取合理回報。3招助你過渡積金易。第一招，留意 BCT 寄出嘅資訊包。由2025年4月30日起，成員會陸續收到 BCT 寄出嘅資訊包，當中嘅重要日子包括加入積金易平台嘅日期、開始註冊日期，以及有關行政服務指示嘅截止日期及時間。詳情可以參考至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的通知。第二招，你可以透過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或者電腦辦理一次性嘅積金易註冊開戶手續，簡單3步就可以完成。詳情可以參閱平台上嘅教學工具。無論你係僱主定係僱員，如果你持有另一個已經加入積金易平台嘅強積金賬戶，並已於早前完成註冊開戶，就無需再次註冊。如果你係僱主，要為公司辦理註冊，記得要留意資訊包上面嘅積金易啟動碼以及需要嘅資料及文件。第3招，請於10月2號或之前登入 BCT Plus， 並點擊 BCT 強積金策略計劃成員賬戶登入網頁橫額，瀏覽及核對加入平台日前嘅賬戶概覽，包括賬戶結餘及基金單位等。我哋亦建議你下載同保存有關賬戶資料。而現有嘅 BCT 強積金行政表格將會於本計劃加入積金易平台後失效，請從積金易網站或者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下載新表格。如果你有強積金行政程序嘅問題，可以聯絡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1832622。至於有關強積金投資嘅查詢，就可以聯絡 BCT 積金熱線28427878。但需要注意，呢條熱線將會喺7月1日改為22989333。